动画电影《蜘蛛人：新宇宙》夺下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片。官方昨天除透过推特发文贴出主角手握小金人讲座的贺图献粉丝，更在脸书宣布27日在台重返大荧幕上映。蜘蛛人：新宇宙 Spider-Man Into the Spider-Verse 画面跳脱一般细致 3D 电脑动画，融合美漫独特画面风格。去年上映后广受好评，拿下小金人可说是众望所归。因为这部动画已横扫金球奖、美国制片工会奖、广播影评人协会奖、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等最佳动画长片肯定。至于其他入围奥斯卡动画长片作品，《蜘蛛人：新宇宙》击败包括皮克斯《超人特工队2》、迪士尼《无敌破坏王2》、网络大暴走，导演魏斯·安德森 （Wes Anderson） 执导的定格动画《犬之岛》，以及日本动画导演细田守《未来的未来》等对手，实力皆不容小觑。蜘蛛人：新宇宙昨天夺奖后，团队随即透过官方推特写下感谢文：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英雄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就无法做到，并附上主角手握小金人的贺图送给粉丝。此外，这部动画去年12月在台上映，随着夺奥斯卡奖声势再起，官方脸书也宣布27日在台重新跃上大荧幕。蜘蛛人：新宇宙由索尼与漫威联合出品，剧情以成长在布鲁克林区的青少年迈尔斯·摩拉斯为主角，而片中的蜘蛛人英雄不止一位，让粉丝重新感受全新的蜘蛛人新宇宙。中央社